避免減肥反彈咧，提升代謝力有8個嘅方法，日間我逐個同你講。第一，千祈唔好節食啊！節食咧就會好似手機冇電一樣，會令到代謝變慢，甚至令到肌肉流失㗎。第二，記得補充充足嘅水分，水分咧係代謝嘅燃料，飲用30分鐘之後咧，代謝率可以提升30%，非常之划算㗎。第三，三餐要保持規律，特別係早餐啊！如果唔食早餐呢，個身體就會好似冇開機一樣，咁個人呢就會變得好亂，跟住就會減唔到肥㗎啦。第四，補充必要嘅營養素，營養素咧可以令到代謝更加穩定，咁有效去燃燒脂肪。適當補充營養品咧，可以令你保持身體最佳嘅狀態㗎。第五，多啲食蔬菜同埋啲優質蛋白質，呢兩者都係促進我哋嘅代謝嘅黃金拍檔嚟㗎。第六，充足嘅睡眠比運動更加重要。如果瞓唔夠咧，腦會分泌呢個飢餓素，飢餓素一上升咧，代謝就會變慢，咁你就會成日都 feel 到肚餓㗎啦。第七，壓力過大會對於身體造成傷害，長期處於焦慮或者繃緊嘅狀態咧，脂肪就會不斷咁樣累積㗎啦。第八，持續行動先至係關鍵㗎。上面嗰7樣嘢，你持續做飲食、飲水、瞓覺，就能夠令到自己身體變得消脂方面就會更加有效率啦。如果想了解更加多代謝嘅小秘貼呢，就記得關注我哋 Wellness 101啦。健康生活由今日開始。